上台语课。今仔日老师咧甲恁复习的是顶礼拜咱有教过古诗吟唱，对不对？对。咱顶礼拜教着这首《回乡五事》。回乡五事。五事。五事。嘿，即摆老师搁唱一摆，互恁听哦。那唱了好，嘿，老师等下甲恁录影起来哦，吼。来，老师先念一届，互恁听，恁对老师念一届，搁来老师唱的时候，你较会记会牢。小小离家拢大海，小小离家拢大海，乡音不改并无猜，乡音不改并无猜，你同相见不相识，你同相见不相识。敲门乞酒何处来？敲门乞酒何处来？即摆老师咧唱，阿妈爱安怎？听哦，你即摆愈来愈有够非常之厉害。即摆老师咧唱，你来集中听，因为老师即几工仔吼，然后有淡薄仔烧声，所以恁爱记甲用心来听哦。小小离家落大海，乡音不改并无猜。你同相见不相识，敲门乞酒何处来？后面做诗歌恁才会记哩。好，安尼老师不爱搁唱啊，就换你唱啊。咱对这首古诗吟唱开始唱，敢好？好。咱唱2遍哦。好。咱头一遍用念的，敢好？好。